高铁打算存档到屏东这个案，目前有2种方案甲选择。除了是对左营到屏东，另外一种就是先经过高雄火车头，才驶到屏东。拜节时，交通部长陈世凯伊表示，为着要避免交通的黑暗期会甲黑的路线影响公交上架，因来行政长杜英泰是表示，中共地方有共识，会当愿意做出决定，就当量早来做。也毋过高雄市长陈其迈认为，无论讲是选倒一条路线，拢希望会当减轻影响，拢应该爱先做评估。来到高雄火车头附近的商圈，部分的店头拢大单广告，讲要卖还是要做。看过去，规条街路并毋是每个店面拢在营业。到底高铁要走到屏东的路线，敢会经过高雄火车头？当地的店头拢真关心。高铁能够进来到市区哦，已经对我们南北平衡有很大的帮忙。高铁敢会按左营拖到高雄火车头？目前也未定案。不过高雄市长陈其迈讲，高雄铁路地下化已经乌20档，拄乌线，即马阁要乌10档。对四维拆除交通相关的发展，都无共程度的影响。经过审慎的评估，来减低对整个城市道路交通的冲击。如果是从左营拉到屏东的话，车子没有足够的机场可以转弯的状况底下，可能是倒退路啦，倒着走到屏东，所以他们认为不可行，不要造成大家的黑暗期，就是我们会大量用浅盾。不会用明挖。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讲，为了高铁运输甲高雄市的发展，向南经过高雄车头，若是地方有共识，愿意做这个决定，量早实施。那高铁的南向屏东路线，除了左营到屏东，经费619亿；另外一条是按左营经过高雄火车头，再过到屏东，爱开1275亿。不管高铁的南延或者是东延，都是希望变成环岛的高铁。相对于它带来的效益，我觉得它的工程上的这个冲击，值得我们去接受这个挑战。经过高雄车站，优点当然就是说我列车可以继续开，整个营运上来说会比较顺畅。缺点的话，我要经过高雄市区，要用地下的方式，工程经费往上增加。交通部长陈世凯捌讲过，高铁屏东案上近年底定案，有专家建议讲，关于高铁的路线，未来无论是往南还是往东，拢要有久久长长的整体规划甲考量，才当帮助高铁的路线更加健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